呢段影片會展示 RGNBS 系列 PoE 計劃功能測試結果。PoE 計劃呢個新功能會裝備到 RGNBS 系列，佢可以透過指定嘅端口精確控制電源供應，從而按需求節省能源。今日我哋會用呢3部設備嚟進行測試。依家我哋快速部署咗測試網絡 ，AP 運行得非常好。我哋獲得咗交換機嘅 PoE 預算。依家我哋設置咗一個 PoE 計劃，令選定嘅 AP 喺星期2同星期3下午2點至4點離線。喺交換機端口同 AP 嘅燈光可以睇到，選定嘅 AP 喺下午2點成功離線，交換機嘅 PoE 預算亦下降。去到下午4點 ，AP 準時成功上線，交換機嘅 PoE 預算上升，測試成功。睿捷雲令你嘅業務管理更簡單。